親子36計之反客為主。作者笨麗爸爸。喺你嘅家庭中，邊個係一家之主？上一代通常以爸爸為一家之主，所有重大事情均由呢位掌握全家經濟命脈、至高無上嘅父親大人為馬首是瞻。時移世易，男女地位逐漸逆轉，女性喺教育程度、賺錢能力等重大項目上均有凌駕男性之勢，加上一向高超嘅社交及應變技巧，現代家庭漸漸由一人話事變成有商有量，甚至有愛錫或懼怕妻子嘅丈夫甘願交出王國嘅指揮權。對男士嚟講，呢個唔係咩可怕嘅情況，只要二人同心經營一個小家庭，邊個話事又有咩關係？間中換客燈膽，通通去水渠，帶孩子更落得清閒。事實上，呢個仲未算最壞嘅狀態。當家中有新成員出現，形勢將變得更加險惡。新王誕生，慈父慈母們無不將全副心思放喺佢身上，心為寶寶一顰一笑而跳，手為賺奶粉學費錢而喐，全活就係為佢哋鋪一條未來嘅平坦大道。成個家族亦都圍住呢個新太陽團團轉，小小人兒儼然成為宇宙核心，不費一兵一卒就即位登基，成為家中新主。有人話呢個係愛嘅體現，我卻認為縱嘅成分居多，縱慣咗變成溺愛。父母大權旁落，一去不返，想重掌大權難以。到呢個階段，爸爸呢個角色已退居3、4線，男士們向以大事為重，不拘小節，或者會話最重要係一家和諧。縱然愛妻而情切，但係長遠卻唔係好事。我唔係鼓吹爭權，但係父親若果唔能夠維持一定嘅強勢形象，對仔女尤其係男孩子，絕對有不良影響。想喺家中佔回一席重要地位，可試下反客為主。反客為主係兵法36計嘅第30計。反客為主之局，第一步爭客位，第二步成隙，第3步插足，第4步扼機，第5步乃成功。昔日楚漢相爭，劉邦審視形勢，認為實力未及項羽，遂向對方示弱，視其為主，自己作客，讓出先到手嘅咸陽城，退守一隅，令項羽放鬆防備，再逐漸擴張勢力，最後反客為主，令西楚霸王含恨烏江。由於屋企只得一個小朋友，佢不愁衣食愛寵，性格難免有啲驕縱，因此每當媽媽有事夜返，我必定爭取時間同寶貝兒子單獨相處，嘗試修改一下佢嘅壞習慣。媽媽講故事係個仔瞓前嘅指定節目，今次由我嚟充當客席講師。床係阿仔嘅，佢係主，我係客。佢出題要我講故事，我卻放棄放喺床邊嘅故事書，反客為主。建議不如話俾你聽，我細個時候嘅生活吧。小人兒兩眼放光，顯得興致勃勃。爸爸細個嘅時候，每逢星期六放學之後，你嫲嫲會俾我5毫子買中意嘅零食。5毫子咁少，可以買乜嘢？唔好睇小5毫子嘅，嗰時可以買一碗車仔麵啦，2毫子一個麵團，1毫子魚蛋，2毫子豬紅豬皮，已經可以食到捧住個肚啊！兒子滿臉疑惑，唔相信幾毫子有咁樣強勁嘅購買力。呢個時候，我把握佢嘅好奇心，
話俾佢知當時生活同現時有乜嘢唔同。表面上係講想當年嘅往事，實則係爭取主動，希望潛移默化提醒佢珍惜而家擁有嘅嘢。兵法奏效以後，佢成日拉住我話要聽兒時故事，於是我將童年往事分多次講出，如何喺簡陋嘅家居環境裏邊活得開心。爺爺初到香港做苦力嘅辛酸史，冇錢買玩具，唯有自製等等。呢啲題材顯然比嗰啲虛構嘅童話同超級英雄故事更吸引，而我亦可借此灌輸唔同嘅概念同價值觀俾佢，並且逐漸掌握控制呢個小人類嘅主動權。大家好，我係笨泥爸爸，下次再同大家分享另一個親子36計，再見。